尊貴嘅客戶，今年市場嘅表現特別適合一句投資名言，又即係維持投資嘅表現通常優於擇時交易。如果喺解放日股市暴跌期間選擇離場，咁由於錨定效應嘅行為偏差，重新入市可能會面臨思維上嘅挑戰。歷史一再證明咗，試圖掌握市場時機嘅行為，往往會導致投資者錯失整個牛市嘅漲幅。今年以來，我哋全面投入嘅槓鈴式投資策略組合，錄得咗16.3%嘅淨回報。槓鈴策略投資組合主要喺一端配置於收益型資產，以及喺另一端配置於長期增長型股票，藉以打造一個能夠抵禦市場波動嘅投資組合。儘管我們預期全球經濟增長將因貿易關稅不確定性而放緩，但係美國經濟衰退並非我們設定嘅基本情景，因為美國經濟將受益於本土人工智能相關嘅資本支出、特朗普政府嘅財政刺激，以及美國聯儲局嘅減息政策。如同過去嘅週期，這種宏觀經濟因素背景對風險資產咧係具有建設性嘅。投資者應該順應這個趨勢，持續保持投資。受到人工智能對企業盈利能力嘅支撐，我們對科技行業嘅信心依然堅定。甲骨文 Oracle 最新財報顯示出，雲端基礎設施嘅業務呈現咗驚人嘅增長軌跡，即係好清晰嘅顯示出人工智能嘅應用仍處於早期嘅階段。亞洲不含日本股市嘅估值，相對全球股市折讓咗大約30%，預期將受惠於來自美國等估值較高市場嘅資金流入。亞洲不含日本股市佔全球指數比重低於10%，即使美國龐大市場嘅資金小幅度重新配置，亦能夠明顯嘅受惠。最後，儘管今年金價已經大幅上漲40%，但係考慮到降息同美元走弱嘅有利因素，我哋仍然堅定看好貴金屬嘅表現。各位，我們在此建議你維持投資，專注風險分散，並且順勢而為。